后来乡亲啊，正大消息来看南北合作，针对着立委这个部分，总算是讲定了。但是要安怎选成总统参选人，也是无共识。这个月初，侯友宜的竞选广告暗指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是进口两个门神，当时双方搁伫遐争嘴。不过两个人今仔日当着，除了握手，搁讲细声话，甲温暖情绪拢放水流露。现在我们热烈欢迎满面笑容，互相握手，交换意见，甚至伫台顶起楚楚。一个月初，因为门神广告挽起来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总算共台，两个人互动自然，展现风度。大家都认识的朋友嘛，会互相打个招呼。副院长看侯友宜会不会有点尴尬？不会。但都是在野那被合的进度真难叫。双方虽然超好势伫立委的实处合作，不过伫总统人选也是无共识。挂号讲要合作，不过面对着民众党事件风波，侯友宜无拍算，轻轻放下。歧视种族的话是不对的，也不应该的嘛。这个讲出来，对所有的族群会带来更大的伤害。表明立场，嘛强调不是针对大问题，除了拼选举，嘛正对着时事。今年度金钟奖伫昨日结束，捌伫活动中，互侯友宜舞唔着名字演员米可白摕下戏剧节目的女配角。侯友宜嘛发文章甲对方恭喜，笑开讲恭喜之前的老母米可白得奖，佮附当初时的相片开家机。选举愈来愈赶紧，立委的战场嘛变紧张。台中市长罗秀燕打起家母重针，和北中南的囝囝做伙翕形象的相片。当着头一遍参选的新世代，嘛展现伊妈妈市长的亲切甲气魄，分享翕相的撇步。选举到底要到我，侯友宜和罗秀燕拢打起重针，带囝囝突破重围。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